蔡依林踩住30米長嘅巨網從天而降，嗰啲曾經質疑細粒仔撐唔起大場面嘅人終於收咗聲。蔡依林喺舞台上面踩住機械巨蛇亮相，社交媒體上面直頭炸晒型。有人話呢個好似一場祭祀儀式，有人評價造型好詭異。咁作為形象管理師呢，我反而睇到一啲唔同嘅嘢，就係一個典型嘅少量感。人哋係點樣透過精準嘅形象管理，釋放出震撼全場嘅巨大能量。首先第一點，量感解釋。點解蔡依林係少量感代表呢？佢形象管理學入邊，量感係指一個人嘅外在視覺存在感同埋佢嘅成熟度。少量感嘅人呢，通常骨架細、五官集中、面部線條柔和，俾人一種年輕、靈動、精緻嘅感覺。蔡依林嘅就係典型嘅少量感，代表身高唔高，面部輪廓柔和，眼圓而大，五官分布集中，整體俾人一種輕盈感、少女感。呢個正正係冇嘅基因風格，少女時尚型。但係少量感並唔代表小家子氣，相反，呢種細同精緻可以成為獨特嘅優勢。蔡依林犀利嘅地方就感於佢並冇試圖掩飾自己少量感嘅特質，而係將佢轉化為個人特色嘅一部分。透過精準嘅形象管理，佢將自己嘅少量感由限制變成咗辨識度。第二點，能量突破。細粒仔點樣撐起大舞台呢？舞台上面嘅蔡依林完全打破咗少量感就等於細氣場嘅刻板印象。當佢喺巨型嘅機械裝飾上面表演嗰陣，嗰種反差感恰恰成為佢嘅魅力核心。咁呢一種突破嘅關鍵其實佢於3個策略。第一個，比例嘅優化，我哋會透過一啲高腰線設計、修身剪裁或者係適度露肉咁拉長我哋嘅視覺比例，令1.5米幾嘅身高喺舞台上邊睇落去好似1.8米嘅焦點集中。佢嘅造型呢，往往有一個好明確嘅視覺焦點，可能係誇張嘅頭飾，亦都可能係獨特嘅服裝結構，將觀眾嘅注意力吸引到佢希望呈現嘅部分。第3點，動態平衡。喺舞台上邊，佢會透過充滿力量嘅舞台動作、舞蹈動作同埋自信嘅台風，喺彌補靜態嗰陣嘅少量感，創造咗獨特嘅動態美感。正如一位長期關注嘅演唱會嘅時尚評論員話，蔡依林嘅舞台魅力根本就唔睇於體型大細，而係佢於佢對自我風格嘅絕對掌控。第3點，風格進化，由少女感去到女王範感精準過渡。其實我哋回顧蔡依林嘅造型進化史，早期啱啱出道嗰陣，佢成日被定位為少男殺手，造型多數採用咗咩粉紅色啊、蝴蝶結呢啲甜美元素，雖然符合佢哋少量感特質，但係略嫌單一，亦都未能完全釋放佢哋能量特質。咁進入嘅探索階段，隨住個音樂風格嘅多元化，佢嘅造型開始更加大膽，特務 J 時期嘅捆綁元素。Muse 專輯嘅藝術感造型，都係佢喺度尋找少量感同力量感平衡點嘅嘗試。咁進入成熟階段，而家嘅蔡依林其實已經揾到咗最佳嘅平衡點，就係佢嘅造型既保留咗少量感，冇精緻特質，又透過結構感、設計感、材質對比同色彩碰撞，增加咗視覺嘅分量。而且咧，特別值得一提嘅係，佢嘅演唱會造型，無論係荊棘皇冠定係今次引發熱議嘅機械巨蛇，其實都係用緊一種視覺反差咁強化啲嘅舞台存在感。所以越係少量感嘅身材，我哋越要搭配大膽嘅造型同元素，咁呢種對比反而會成為一個記憶點。第4點啊，基因突破，先天條件同後日風格嘅平衡。作為形象管理師，我成日強調一個觀點，就係最好嘅形象管理其實唔係改變你嘅基因風格，而係我哋喺呢個基礎上嘅精準突破。蔡依林嘅基因風格係少女時尚，呢個意味住佢天生就適合輕盈、精緻、時尚感強嘅造型，但佢哋局限喺呢度，而係透過2個層面嘅突破，創造咗獨特嘅 Jolin 風格。質感突破，佢會大量使用皮革啊、金屬啊、PVC 呢啲硬質材質，同少量感嘅柔和特質形成嘅一種對比，增加造型嘅視覺重量。佢哋衫成日有咁誇張嘅局部設計，或者唔規則嘅剪裁，或者立體嘅裝飾，就係呢啲結構元素增加咗視覺嘅複雜度，平衡嘅少量感嘅輕。同時，佢將音樂理念同視覺形象深度結合。每次造型其實都承載住明確嘅主題表達，呢個亦都令佢嘅形象超越咗單純睇好嘅，進入到有觀點嘅層次。
咁呢種突破嘅本質，其實就係喺接受先天條件嘅基礎上，透過後天智慧創造出一種獨屬於自己嘅風格語言。其實喺蔡依林形象突破入邊咧，我哋所有小量感嘅 BB 都可以學到以下幾點。第一個咧就係接受自己嘅特質，唔好試圖去變成大量感嘅人，而係我哋要學識欣賞小量感帶嚟嘅輕盈感、年輕感同精緻感。第二點，我哋要創造適度反差。我哋喺保持整體協調嘅前提下，可以透過一啲材質對比啊，或者係我哋嘅色彩碰撞嘅增加我哋嘅視覺層次。小量感嘅人啊，一定要注意我哋服裝同配飾嘅質感，因為小面積上嘅瑕疵會更明顯，而高品質嘅細節就會放大我哋嘅精緻優勢。最後一點就係培養我哋內在能量。外在形象一定係需要內在能量去支撐嘅。你似蔡依林一樣，透過專業能力嘅提升同自信心嘅建立，令外在形象成為咗內在能量嘅自然流露。最後咧，要保持一種動態思維，形象管理嘅唔係一成不變嘅公式，而係隨住我哋個人成長、場合變化而調整嘅動態過程。定期審視同更新自己嘅形象策略，保持一種新鮮感同一致性嘅平衡。當蔡依林企咗舞台中央，即使唔着恨天高，都唔使嗰啲誇張造型，佢嘅存在感依然能夠填滿成個體育館。呢個唔係咩身高嘅魔法，而係識得點樣將小量感轉化為獨屬優勢嘅形象智慧。當然，佢嘅形象之路話俾我哋聽，佢形象管理嘅世界入邊，佢咩太少嘅量感，只有仲未被發掘嘅能量。